观众朋友，今日讲好忙嘅阿明谷刘浩明翻书看复起来。喺南部有一个最重要运动会，伊按到太湖山下嘅小奥运，伊都係我哋6隊嘅运动会。6隊運動會辦到今屆已經係第55屆嘅，竟然喺新北鄉辦理。6隊運動會唔單止有正規嘅比賽方式，伊其實還有幾多大大小小可以參加方式。我哋今日邀請到來賓係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嘅主任何金良何主任來現場，有同人講，竟然喺新北6隊運動會，除運動會以外，伊還有乜嘅無強嘅發動冇？我哋馬上歡迎我哋咧何主任來現場。主持人好，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中心主任何金良。觀眾朋友可能對6隊一件事情已經太人認知嘅，伊係講係南部嘅客家人，但是對於6隊運動會，可能觀眾朋友可能都唔知。其實6隊運動會係睇什麼日本時代嘅6隊嘅前輩，兩個睇日本特殊嘅，伊啲劉少賢，伊啲戴亞里，兩個先生，伊都認為講6隊客家人唔可以當特殊同耕田。運動對身體最重要。嗰時一定2個人都合併喺按照6隊愛國聯誼會。喺光復以後，他們民國37年嘅時間都睇係屏東人嘅作品國手，辦嚟第一屆嘅6隊愛國聯誼會，到第一屆運動會，亦都係6隊運動會第一屆開始。6隊運動會同一般嘅運動會，同樣嚟講有幫個打網球啦、打棒球啊，正規嘅比賽嘅一種賽事。但是除此以外啊，伊還有客家人可以參加，譬如講八國寶啦，我都講挑彈風帆啦，安尼伊啲客家人可以參加嘅。一般來講，6隊運動會係各鄉鎮輪流去辦，也係客家文化中心，以外有啲客家人講文教處、客家委員會文教處嘅時間，如果嚟負責一件事情。但是除咗6隊運動會以外嘅，譬如講我哋展覽啦，還有其他活動，我用我哋客家文化中心來去辦理。嗰時我想要請問我哋嘅主任講，下擺我哋喺新北辦嘅6隊運動會啊，客家文化中心一般乜嘅角色係一啲啊？像主持人所講嘅，客家委員會對所有嘅重要嘅客家莊嘅歷史故事啦，相關嘅文化有當多嘅安排。6隊運動會按多年來，攏係大家6隊鄉親，當然可以處理當好。你下行政單位呢，香港客家委員會都當然來強下來，都去做好來。文教處所以講係，佢當然攏做得當好。俺本來都係客家委員會同6隊文化園區，設立嘅意思就係講做6隊嘅一種小界嘅平台。像主要講，你下辦乜嘅運動會，大家來到新嘅總條嘅事，6個隊嘅事，同俺園區實在先看一下，像你主要講暗號嘅歷史故事，因講歷史嘅故事地方，體力都係佢嘅舞台啦。像6隊中，主要講到像運動會，按多年落來，俺第一個事情講，俺係咪來做相關嘅展覽啦？像在前2年，頭個女僕辦嘅事，俺都想到講，按到以前參加嘅人，可能兩下顏色慢慢大咧，竟係會議嘅狀況一定係當然參與嘅情形。地方又有當到嘅真認真嘅運動嘅真好嘅選手，像曾彩華先生啦，還有個吳義之像吳義之佢係林諾佢係第一屆世貿嘅選手去參加1972年德國慕尼黑奧運，其實佢跳高跳贏紀政小姐佢做了到好嘅選手嘅以前嘅比賽嘅相關嘅文本，咱咪做個展覽啦當然主持人講已經唔算外界咧你喺度看到講，其實咱是在看到講，新一個鄉鎮6個隊，你要辦一辦新一年咱們輪到，你喺看到新皮，像新皮今年辦嘅第55屆咩其實佢有樣嘅新一年前輪到佢。按到鄉鎮公所嘅大家按用心，當到嘅文物啦，相關嘅故事，俺列下攏會收。像有個好嘅選手，咱會去訪問佢，講當時嘅訓練啦，講有乜嘅故事是嚟同大家來分享。
尤其了下像今年同个新皮潘里咩，俺同事嘛去寻像俩都用心寻到东多故事啦像俩新皮个中人教选手，佢开始从新皮国中开始就开始练习个制行茶算动厉害的你看俩简报系国立台湾体育学院个简报，意思讲佢都好高的时佢嘛表现得都好俩下今年又轮到新皮潘的，一看到24年前的事情俺同事嘛准备来相关的故事都会请起来都会做相关的文字记录。这摆越来越认识的了解绿队运动会的，像昨下主持人讲以前的绿队的故事历几10年的绿队的发展还有相关的故事来做。俺当然俺嘛希望讲今年昨下有讲今年俺想做乜嘅？俺想讲配合了今年头个新批判运动会的事咧，俺想到讲，俺嘛办相关的路跑活动，像今年都想办一个超级马拉松，因为去年诸位希望讲所有的客家庄，嘛是得用多元的方式来表现客家庄的法律，像去年头北部嘛有办桐花路跑南部的时都米农嘛办第一摆的客家跑的路跑。俺就想今年係唔係用越多個不同元素來一擺包做超級馬拉松等下可能還有機會來小嘅。不過俺總是希望講，大家來到綠隊中嘅時，用更多方式來看看綠隊中嘅故事。一擺超級馬拉松嘅意思嘛講，你可能要做到5個隊嘅鄉鎮去啦有54公里，還有100公里。反映大家已經報名咧，報名好咧，準備好來。其他嘅人咧，一定要團結加油。因自家客家鄉親看到呢啲好朋友對當到蔬菜國內來國外來，都係當反映緊團結互動，本人感覺講客家莊都很熱情。相信觀眾朋友聽到講，有馬拉松想講我都馬上來報名。但是今日節目是幾精彩啦因為通常我哋主任講過幾多東西，對我哋綠隊的歷史啦，一定訪問了安東年，還有我哋呢最慢的一個超級馬拉松。但是我哋的節目其實唔單止這樣的東西，我哋慢慢地來講，嗰種觀眾朋友一定要看下嚟以睇得有心思講，因為我這個係綠隊的人。我哋萬世都會去看嘅我哋綠隊運動會，尤其係今年睇女排啦，明年睇晚晚啦，都聽到嚟去留，如果你各種去做去看老樣樣尤其係我哋以前嘅時間冇按到嘅嗰種，我哋講體育賽事啦，冇都按到電視可以看。佢就像綠隊運動會對我哋上海人嚟講，其實係一個最重要運動會。一方面係講，又係我哋自家本地嘅，我哋自家運動會，而唔係乜縣運啦，乜個市運。天意都講，而係我哋綠隊客家人自家運動會以外，天意講，我哋一片可以看到我哋睇嘅體育項目。一定會鼓勵表現，我都想頭先講嘅領導嘅，一定會鼓勵表現，唔講係沒有軟網啦嗰度，一定會鼓勵表現。一方面是把一定訓練得從我本客家人哋，一方面嘛係本客家人哋講，我哋又係我哋行業咯，又係我哋行業。第三個都其實都講，因為每個人輪流做咩，都從每個人嗰種每個人輪流去判戲是樣啊，你今日都本槍你睇下乜嘢去就卡掉。可是對我哋聯絡嘅是綠隊嘅感情，其實係最重要一個法通。但是你看，今日55屆，那你一講我真係冇想到，因為以前係每一啲鄉鎮自家判嘛，可是唔會有一啲鄉鎮講，我係咪把客家人嘅資料熟悉翻來？唔會有人做一件事情因為每個人還是每個輪到嚟做，成日都規模下，都可能做一件事情。咁你看今日人客家文化發展中心做一件事情，我都發現你係用一啲無腔嘅構圖。去看下55屆嘅事情，同一樣東西去熟悉翻來，至少幫我哋提供，一幾屆地方又出嚟乜嘅名人咯，一幾屆東西做乜嘅東西，乜嘢譬如講新幣，聖經人又在100，好冇一種統計嘅東西，我後來發現唔錯喎，55屆嘅應該可以作為資料，佢就從一擺整理以後，你會用樣嘅方法去分他嘅人地方。呢對俺哋安排，像2-3年嚟講。而到女鋪辦相關嘅運動會，大家就像小民眾下講嘅，當然來看鬧熱，當然對比賽場地來表現。
咱就同相关嘅同内部后队相关嘅人事物用做展览嘅时，都该比赛重提来安排，重置嘛安排，竟然都新皮咧，主要我将会特别同新皮嘅故事拿出来讲。其实咱行政单位的做嘅事，咱嘛都希望讲，各个总头去加有以前嘅故事嘅人，是在上真迹嘅感觉讲。我讲一个故事啦，上摆有一个做了乐队运动会展览的时候，有一个了做国民学校做新生的吼，伊了差不多差不多50岁咧吼，佢以前买跳高男选手，他跳2公尺6米啦，算动厉害咧。不过6米，他在世界的舞台吼，还很无机会讲是在讲到世界的，无佢实在的动厉害。不过佢20-30年以来，当多人唔比佢以前跳得安好哈。咱班比赛，咱班相关的展览时，同类故事都冇请出来咩？然后社群网络安尼很发达，佢都同个样片哦，安尼传本当多朋友。问大家讲，你第了解名人冇？大家一看个假名，咁咪吓一下讲，你以前安厉害啊！我意思讲。当多人可能你以前本来就当厉害，不过人生的舞台，总还有讲历史的故事，有时会随着时间来无穷快，你可能以前的故事，嘛是在同咱来分享。还有可能有当多摄影的爱好者，你翕了当多的相片，你可能没时间一种一种整理，你还有机会，嘛是在同咱来合作。咱希望讲，掠到嘅文字啊资料，都用安尼嘅方式来处理。像咱掠建议，嘛就想讲，按到乡镇公所办嘅事拢当认真，不过掠个有个麻烦所在，判决嘅时候都可能归档你还要请出来讲，过久了你还上拢上无了咱就希望讲，大家当年拢重复嘅来做一出扎实嘅功夫，一年一定比一年较多，一年一定比一年丰富。嗰是等於就講，其實來看樂隊運動會，唔單止係看運動會，其實還係看當地嘅人文同埋歷史。錯。嗰所以啲運動會其實唔單止帶出一個運動嘅風氣，其實亦帶出嚟係當地嗰邊嘅人文，還有歷史嘅伊個背景。休息一下哦，等下我就嚟嗰度樂隊運動會嘅故事哦。歡迎過來，福起來！上堂節目我哋來賓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嘅何金良、何總監同我哋講，今年55屆嘅樂隊運動會喺新皮辦理。我想問一下我哋嘅主任嗬，頭先我哋有講唔但咧運動會除咗運動會以外，唔得嘛辦理其他展覽啊，嗬，還有我哋其他馬拉松，今日哋喺度嚟講。但是我哋今日講，今年咧喺新皮嘅話，唔得為到新皮準備用嘅一個展覽。主要有講到講相關嘅文物啊，還有歷史嘅故事啊，還有過往嘅同神奇嘅事情啊，慢慢請出來像列種就是在看到講，另外一種展覽嘅方式。列2-3年展覽都看到講，當年要辦理嘅時，佢都該做下主持人講嘅，列歷史嘅過程當中，體力到嘅舞台，像今年。投新皮樂隊運動會嘅舞台都係在新皮裏面像地尾一定會時常會反映大家來想想講以前嘅用順，講你係50年前嘅報紙58年我叫我幾年咧？係50年前佢開始就講樂隊運動會，不過你下差唔多58年開始。新外歲20歲人，你下60-70歲，佢可能當到故事是在講，我嘛希望用安尼嘅方式你把我哋行在做親媒嘅整理啦當多人共同來參與我哋嘅用講故事嘅方式，像你對你嘛慢慢大家有深度深度
相关的资料，乜嘢来讲呢故事呢？像你买之前嘅用安尼嘅方式，你拜啱啱前啊，将你拜讲溜冰嘅亲后嘅教练林永祥，佢喺2017年4大运来时，台湾拿到很多金牌地步呢，差不多溜冰占了接近2/3咯，1/2以上，都係新皮嘅好嘅教练，帶來好嘅選手。你係這樣的種的曾才華老師，佢嘅田徑，佢嘛參加蒙特羅奧運嘅。像我哋希望講，像安尼嘅故事你係另外一個選手林森林老師，佢係10項嘅全能嘅選手，佢開始都用相關嘅佢得獎嘅獎牌呢，佢全部卡做起來啊！不過用安尼嘅展覽方式呢，實在俾大家看到。禮拜當然我嘛希望講，頭屆新皮嘅時，像應該體育會理事長張宏林先生啊，佢嘛教動到嘅好嘅選手，好嘅學校排球啦，有當到嘅相關嘅。像種種啦，像排球嘅故事啦，嘛實在拿出來像你自驅車無法度講全部找周全呢，我媽媽講好可惜有可能禮拜以前嘅自驅車東東人有收起來一年我弄到拜託講你不看還有相關嘅自驅車實在同俺共下來分享嘛實在我們嘛實在做複印嘅佢還是在留的。你做主持人們講，今年你係真大嘅亮點之一啦。做主持人可以嘗試講，劉少卿還有戴亞林先生嘅，戴亞林先生嘅嘅朋友，今年101歲咧，我開始從去年開始訪問他，還有佢賴嘅戴元亮先生，今年我很多。同其他家人來問一下講，像叔婆101歲咧，他長途旅行方便冇？是的，我當然希望佢到現場有一個親族來共下陪同佢到現場同大家來互動。你實在想想講，陸隊運動會嘅同近大嘅運動會嘅創始人嘅。嘅朋友和同運動廠商同大家互動，冇至少禮拜會看到一個聲音去講嘅故事。我希望講大家攏會知講，一段事情攏會靠大家想象。你係我咪靠朋友啦，靠同事啦講來安排來採訪。我咪希望講下一擺不止向戴亞林先生嘅家庭係。是在講故事，頭6隊嘅人，佢攏有機會講故事。很多人係要講嘅，大家對自家參加比賽嘅時，以前做嘅衫褲，當可能冇留落來啦。不過你也拄好有留落來嘅時，你也冇講呢個故事，人家唔知用呢個故事嚟很豐富啦，還有講對文物來講係當重要。嗰時候我今年到新皮辦兩個展覽咧，去到新皮國中，下一擺嘛大擺用安尼模式。不過我到6隊300年，都係講明年嘅事。我自家會用我園區做一個6隊運動會50-60年來嘅綜合嘅故事。呢故事我都同成功大學嘅歷史那個教授，佢嘛以前台灣歷史博物館嘅副館長你下同大學去教書咧，我感覺佢有懂了嘅感情。佢上班同我講，其實他是大人專科畢業的，佢自家唔係客家人，不過對客家莊有自家嘅感情。佢講做啲事情都有意思。佢以前嘛看到講，有同學。當然讀書偷偷嚟講，我嗰件嘢我叫佢參加運動會嘅，佢嘛有感覺講，你都係當時佢對運動會，當然嘛係安尼嘅感受啦。我就講呢種事情，我都希望講用安尼嘅故事，向下來讓6隊運動會一年比一年很有生氣，一年傳承落去。
其實像主任頭講吧，其實綠隊文化園區初老聽我哋聯絡嘅片吼，其實要做成變成我哋一個講，我哋綠隊文化團唔講喺神法上面啦，歷史上面一啲平台。因為講我哋冇辦法講，我哋而家去每個總頭都可以看得到歷史，但是至少睇亞邊園區地方，唔看得到綠隊嘅歷史，唔看得到綠隊嘅人文嘅發展。好，可以看到綠隊嘅過去，可能看到綠隊嘅未來，嗰時變成一個我能夠很好的櫥窗啦。變睇下邊如果利用無窮樣嘅，比如講喺天陽嘅方法啦，好展覽嘅方法啦，可以看到一個全貌。啊，那時間你去給某個總體有時間，你可以看到真實而家的神法的一種樣嘅。就從頭到我哋呢，終於拿個最慢的牌，其實訪問到我哋大家人呢嘅我哋講朋友，其實係一個佢有意義嘅事情吼，因為當初如喺義屯劉少賢先生合作嘅啲，我哋講綠隊愛國聯誼會，吼，那我又後來運動會，那我又後來綠隊運動會，嗰時等於講亦係一啲我哋講唔單是一個創始人，嘛係一個精神嘅一種創始人。你把入嘅精神，綠隊嘅精神，其實因為講綠隊人吼唔單止愛長江依託個，嗰種我哋行業如果想買鋼鐵、特殊，其實你看好多嘅獎牌。綠隊各位運動好冇？我這個阿姨，我後來喺我哋屏東縣縣嘅身體嘅紀錄保持人，我就講阿妹控唔住啦。係啊，嗰時你變成講，其實可能就是從我哋主任講嘅，我哋身邊地方有幾多人，其實可能我哋一啲頑強嘅時間，運動都幾好，只係後來冇人一提報道，冇一提真理。你這個唔對一件事情，從把廿個事情，把放落本他個人哋公布出來俾他個人哋，後面廿團唔能做廿個展覽啦，冇做廿個資料整理嘅是一個最初衷嘅想法吧。冇唔錯，做下主持人講嘅同學，俺綠隊文化園區係個是在先看到個平台，啊你還係希望你到綠隊個總條去行聊聊，不過了下人個故事你聽了了解，啊你聽了有興趣，你怎麼對客家莊有濃嘅感情？像做下你講亞裔嘅，我都冇注意到，我個想，唔知而家不卡還有佢以前比賽個時做個衫褲啊，相關個獎狀啊、獎牌還係像個宋拜曾才華老師，佢搭雙釘鞋攏有留落來，啊佢宋拜有捐一個獎牌給我們。啊，下嘅部分佢就講，佢自家還留定，因為當到佢今日嘛講個故事講，佢開始從個每紮跑道嘅這回事哦，開始嘛當認真啦吼，啊佢喺欣賞佢講，你跑到什麼成績嘅時候，我從德國定製一雙釘鞋，送俾你，嗰雙釘鞋咧，佢哋還留定。那感覺呢都係一種，做下主持人講啊，俺希望都係講，了下俺綠隊園區嘛做動作嘅春時啦，攏同相關啦吼，只不過綠隊運動會拄好嘅親好嘅平台，用兩個元素都是在帶到動作嘅故事，有個人係選手，有個人係觀眾朋友，有個人係是叛逆者，啊有個人可能係開始要用佢自家。我是想啊，每個時代都有自家人講哦，好嚴樣嘅啦，哦，好用順做，可能有人畫圖畫嘛，有可能。咱就希望講，慢慢這個故事攏是在用安尼嘅方式收落來，啊有條整理，啊即擺綠隊運動會都應該綠隊中了50-60年。親社會了50-60年嘅長明嘅文化嘅地背嘅展示嘅元素啊！唔單止去走表啦，吼去比賽啦，其實要入樣啦，無論去寫文章啦，去分享安尼看比賽嘅心情，其實嘛係一個幾好嘅，講參加嘅方式啦。吼，其實一塊金牌後背落一個故事，嗰時看比賽啊，吼唔單止係看輸贏，看每一擺比賽後背嘅故事哦。休息一下，等下我哋埋嗰度綠隊運動會嘅故事哦。
反过来复起来，上台节目能讲到绿队运动会竟然在神秘，在神秘由于也相关的人文的一个展览。想问一下主任吼，其实除了展览以外，竟然嘛有得佢特别咧讲马拉松係咪？也竟然你攀到嗰度马拉松咧，吼，你係咪同我哋觀眾朋友紹介一下講，你攀過哪幾屆馬拉松好冇？你下算起來三四場嘅人啦，嗬。天界用馬拉松來論大家來客家中行了啦，去年頭屆美濃嘅時，俺算第100班用客家 power 兩個名詞來攀啦，其實嗰時對美濃嘅班，離係有40米公里，有25公里，當然。25公里40米，攏會希望講大家不同嘅像優隊嘅風景啊，攏是得去行了看看嘅目標嘅安尼嚇。當然像嘛利用安尼機會，像綠隊運動會安尼概念吼，咱們強調像珠穆園啊，珠穆園係北部象徵嘅算運動名人嘅奧林匹克嘅金牌。俺嘛用倆講方式呢來行銷綠隊啦，倆運動嘅比賽嘅3個禮拜呢，有綠隊嘅地圖，俺嘛希望倆今年倆綠隊嘅地圖是得大家攏越來越熟悉，是得直接看到，你嘛是得下幾百隊看到，你看到晚你就想該先鋒隊你看到女僕，該後隊，我感覺安尼嘛都有意思啦哈。像倆3個當導人嘛，倆下比賽說咧行來行去嘛，看到人在做，像我今日來錄影我嘛希望講用安尼嘅方式來讓大家永遠都提供綠隊運動會、綠隊同內位哈。像倆對用綠隊園區來同人結合，像屏東縣政府辦馬拉松，去年開始用俺的園區來做起終點。那咁啊，倆同學嘅合作啦，哈，咱同原住民文化園區，還有屏東科技大學，還有cái同龍墘最有名嘅海軍陸戰隊，綜合起來來共同做一個事情。做倆事情呢，不單請國內嘅朋友來，像我哋小班那咧都係講日本嘅朋友。佢來先參加客家莊嘅綠隊園區嘅習服，不是參加習服，聽音樂就做馬拉松，仲還有講到講，因為龍泉基地係太多細粒做兵嘅不過不管細粒做兵有個可能佢伴娘啦，佢女朋友啦，以前咁啊，多多少少攏提講龍泉基地，其實佢係做女僕嘅總頭地位咩？一擺用安尼嘅結合呢，相關嘅陸戰隊佢開始兩岸園區嘛，用嘅海軍陸戰隊嘅業餘隊來表演有當到以前做陸戰隊嘅朋友們，用安尼方式，佢可能唔係客家嘅足球，不過用安尼嘅方式，可能佢喺做兵嘅時，佢有感覺呢個所在係內埔，係客家人改造，不過開始同啲客家莊嘅變化嘛動態，還有客家嘅事務嘅演進嘛無相關。你講客家話算係官方語言嘅佢嘛可能嘛是在用安嘅方式去來到人家客家莊。像上班安排嘅內外嘅棒球展覽時，有個真有名嘅棒球選手趙世強佢就講：你外面客家足球，唔過我有6年多。美好中學讀書我都感覺我係客家人嘅一份子嚟呢都當到人咪講我嘛希望當到發動攀起來嘅都係講客家莊都係你有朋友都該會，你有故事都該會用走表嘅方式，用馬拉松嘅方式呢，是得用內外嘅一種方法來了解人客家莊啦。唔對觀眾朋友，我對頭東人嘅主任講嘅講到奇怪。
马拉松应该係幾嚴條嘅，伊啲發通啊，因為要做個久吼，佢伊啲幾嚴肅嘅伊啲比賽，看到頭有的有大班嘅像啊，那種電玩遊戲嘅人物啊，無論像頭都啊，啲中英講嘅，還有睇啲用錢做過邊咧，伊用嗰種越一對嘅方法去進場，其實而家馬拉松吼已經演變成一種，你講咯，係伊啲認識。在菜地嘅伊啲發通啊，因為你做過久嘛，你做過到狀條，你做過到路條，可是人家都慢慢地把馬拉松變成伊哋講，你這個用腳去認識入嘅地方，去認識入邊嘅狀條，冇得講去行過以前行過嘅地方，咁種安尼嘅方法嘅話，係咪講？人哋一擺唔單止講，人頭都會看到美濃嘅馬拉松啦，屏東嘅馬拉松，咁一擺綠隊運動會地波嘅馬拉松，係咪用人嘅方法去辦啊？想要用我哋嘅觀眾朋友講，用腳去認識一塊地方。當然希望係安尼吼，其實咱想法還有佫較演一出啦吼。當然今年綠隊運動會是唔計嘛，那當重要。不過明年綠隊300年吼，綠隊菜地啊，一定統籌單位攏會想講來辦當多親好嘅文化活動啦，相關嘅活動來讓大家來了解講，綠隊開創300年列衝當重要嘅一個里程碑咩？俺嘅想法嚟講，明年我做綠隊300，俺嘅想到用做下個主持人講嘅，用路跑嘅方式，咱想一隊吼，只有50公里啦吼。一隊50公里，6個隊都拄好300公里，你係俺上來，你明年俺上來做。今年呢，大家都想講，你係當地人上了做馬拉松嘅時呢，有當多嘅方式，有用24小時不停的做，不過唔管用成這樣安排，然後當注意要注意安全啦，還有選手嘅服務呢，攏會真好。俺了解就想講。你幾年超級馬拉松，屏東還冇辦過啦，吼。乜嗰度超級馬拉松咯？一般42公里，42.195對馬拉松嘅距離，正式比賽嘅距離啦，吼。超過呢度種超級馬拉松，不過俺今年2月來辦理嘅馬拉松，天天運動會向下來算系列活動，呢啲活動係100公里啦。超過42.9嘅法路就超級馬拉松，咁100嘅法路就超級，因為等於42公里2批人咧，那等做2個超級馬拉松，做乜我上100公里，100公里只有19啊，真冇辦法上呢。你睇東人吼，越來越熱情啦，哈，100公里差唔多只有關門時間咧14個小時，14點鐘。安尼，俺還有做較細個哦，54公里啦。54公里嘛，過一樣嘅。錯，54公里入擺個客莊活力啦，都有發力很難啦吼。100公里就客莊超馬力，硬強吼。你也都係講，看到大家有看到講，像100公里吼，其實都是在對原來女僕、林樂、竹田灣灣，還有做到高速個轉落，安尼其實我再驗一下，有聽到5個鐘頭咧，佢拄好嘅，女僕後隊、林樂前隊、竹田中隊，還有灣灣先鋒隊，又做到高速都優隊，係優隊，咁啊拄好新皮地辦運動會，咁拄好這唔過去，咱都安尼想哦，安尼算起來就，今年綠隊運動會隊6個隊攏有發通來，向下來進行啦，吼。你報名吼，其實當然向下來做。咱嘛希望講，你100公里嘅這個時呢，大家嘛是得看到講主要講到像竹田啦，吼，忠義祠啦，還有相關嘅灣灣啦，呢啲嘅文化體驗啊，當然來一天人嘅心情，也自家嘅感受嘛無相關。咱都希望講，大家攏是得用安尼嘅方式，自家可能係來了會參加以後，你是得講你自家嘅故事。像上一場很多美濃攀嘅時，你也做了3戶嘅時，你講你後邊嘅地圖係乜嘅？你都是得講，你係綠隊運動會，還有美濃辦綠隊
客家庄嘅路牌还是？像头头我哋咧中间讲嘅路线啊，哈，其实像比如讲，我嗰種有朋友來到我哋綠隊嘅話，吼，我體育我嘛會帶他個人去呀地方，比如講聯絡啦，吼，昨天啦，吼，去聯絡我哋草王公廟啦，昨天嘅文物館啦，吼，女僕嘅啦，我哋去創業啦，然後慢慢一直主角啦，嗰種用走的人，你真係會夠認識一個地方，尤其係你一路走過去，然後一路會有人同加油。當我有人講好攰嘢，冇得走。唔會啦，冇。你對嘛？你路上嘛看到個人真的是綠隊最精華、最強的一些地方。如果你走過去，其實我感覺到講，來參加下運動會，我等於講，你用腳去認識下地方。好，而且冇看到我哋也俾，我哋講我哋綠隊最精彩的人文歷史展現的一個地方。嗰時當初設計一條路線的時間，你都把發揮到腦筋的吼。你有樣當到天界自從這個年紀啲，對位是的對交通嘅影響嘛真少。你擺我也有希望講，綠隊各隊攏派人出來，用接力的方式來宣傳，綠隊300年來頭個明年開始咧，還有禮拜大家鄉下要用綠隊，可能我用安尼嘅方式講，你嘅先鋒隊嘅人，你都用代表先鋒隊嘅識別嘅方式，用嚟大家人士嘅感覺講，我拖綠隊地步呢，以前嘅運動會太過傳承落去，而家要有新嘅方式呢，讓大家是得講，綠隊呢，攏是得鄉下來分享講，先鋒隊、女僕嘅後隊，從志林落嘅前隊有乜嘅故事？當然入嚟設計哈，俺個三府攏嘅胸款啊，100克來，你就寫100，54公里啊，你就寫54，攏冇寫到雙倍，係個同學嘅宣傳嘛，同學嘅紀念。佢三府是佢講嘅哈，但是你講已經講過按多嘅100公里、54公里，然後沿途話有乜嘅我哋收拾，但是時間咯。觀眾朋友等你嗰叫啊，到今年嘅29，到客家莊超級馬拉松。咁其實係我哋綠隊運動會啦，嗬。係內地活動。係啊。觀眾朋友，咪記得嗬，2月29我哋連續假期嘅時間一定要留下來哦。要把來到南埔參加我哋綠隊運動會，同時參加我哋呢綠隊嘅超級嘅馬拉松哦。今日我感謝主持人來到我哋現場同我哋講按到綠隊運動會嘅故事。感謝主持人。觀眾朋友，歡迎2月29來到綠隊來同選手共下加油，共同參與啦馬拉松。休息一下哦，大家聽下哋先嚟運動一通哦。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又來到好好運動嘅時間咧，我係黃真祥，來自於屏東縣長治鄉7級導引養生協會，一片係呢鄭先生，一片係蔡先生。今日要同觀眾朋友做示範咧，係我哋呢原富營的呢係幫我哋呢協行我哋呢淋巴呀這些地方運用嚟個。為我哋嘅淋巴活躍好起來哈，首先呢，我哋嘅腳向樣打完呢肩頭嘅發吐，過來呢，我做下嚟運動嚟所做運動，我哋嘅兩隻腳起嘅時間唔可以打暗側，我哋嘅膝頭一隻以後，我哋一隻髕骨也會貼合，所以對我哋一邊上膝頭一邊上對那邊。對我哋呢也徛啦行，我哋一隻徛啦一隻邊上嚟，像我哋坐凳嚟一樣嚟坐下以後，慢慢嚟數大行出行以來，大行嚟打平來，我哋一揸數要一個緊一個揚，我哋數線嚟向大行嘅嚟拿行以來，放行以來上下延長一下，我哋呢徛啦下邊上嚟停腳嘅放上去。我哋腳掌放空起來，我哋腳掌落下去嘅時間，我哋呢眼神呢重新移到另一邊，邊上嘅延長，
表送延长的呢，我哋一只伊嘅淋巴，當我哋咧更健康，當我哋更健康，再放起來。放起來時間呢，溫個片我哋咧做事情上大項，有數嘅事情上大項，有事情上大項嘅呢，放放起來。兩隻手上下延長出去，腳掌要放起來，停腳嘅，停腳個在腳掌變下去，我哋咧眼神咧重量。延長我哋側面呢，都我哋咧更健康，也係按摩到呢，我哋一片嘅淋巴，側面嘅淋巴都我哋轉更健轉好起來，也係按摩到我哋咧更健嘅淋巴，也係我哋咧眼神打直咧，按樣講我哋兩隻手拿好起來，我哋手呢上下放出去。拿好起來，也行到我哋咧氣機用嚟去搞溫，氣機搞溫呢，要注意喺我哋咧下來也隻手用嚟放下去。再過來呢，我哋咧要講同一兩個動作聯合向下呢，觀眾朋友同我哋做一下我哋用嚟同一兩個動作聯合向下。我對右手開始呢，我右手手心要向大項嘅隻手呢放放起來，雙手延長，腳掌要放起來，腳掌落下去過後呢。我哋眼神重新呢咬一片也這一地方壓縮當也這一我哋咧看到下邊上嘅，我哋咧數一個喺肩頭一個喺下背，一個係氣機用嚟去搞溫搞完的時間，我哋左右同樣一種。觀眾朋友以上所做嘅呢係我哋祈禱嘅動作，接下來呢我哋做坐倒嘅動作，希望觀眾朋友準備一張凳嚟聽到我哋嚟做。現在呢我哋所做嘅示範嘅動作呢，坐倒嘅觀眾朋友準備一張凳嚟我哋呢凳嚟呢準備嘅時間要注意，唔好有力嘅嘢，唔好會做嘅穩定性過好嘅，更加都開始今個示範呢係圓腹型的，圓腹型的我哋坐嘅時間同樣地，等你坐1/3，對，1/2我哋呢數先拿好起來，拿好來過後，我哋呢左手嘅手心轉對下背去，拿好起來，放上去。我哋呢眼神這一片，轉更緊轉一下，轉過後我哋再放放起來，拿出來，換另一片，另一片時間，我注意講我哋放放起來時間，雙手呢稍微做一個延長，腰骨。
针对另一篇过后呢，我哋放对侧放一下，转一下讲究，再放起来。也係講啊，我哋咧原副語啦，松樹嘅，再過嚟示範咧係腳，我哋咧腳掌應用嚟描放起來，注意，我哋咧腳掌吼，注意看，我哋咧腳而家係錯到嘅，按顧我哋還有停腳嘅動作，停腳嘅動作係講啊，我腳先將我哋咧腳盤放上來，希望嚟講再放下去，對我哋咧腳。天天咧，廚房嗰類時節，有廚房咧，對我哋咧做事項，坐過嘅地方放放起來，講我哋腳都是送出嘅時節，我哋咧腳放下去，利用我哋咧都是坐過嘅地方，叫放起來，同我哋咧腳上可以壓放起來，唔係對我嘅腳樣，我喺呢頭，我喺講啊，我喺壓腳我用按呢。用按呢方法壓呢提點，但呢小腿嘅肌肉也會過順嘅，會造成呢肌肉嘅壓縮因而會影響，所以佢我表現呢小腿嘅肌肉對呢都市行，都是坐骨嘅地方，天天呢向地板，我強鬆一些，呢都是縮好嘅嘞，我腳掌筋綁好嘅嘞。我都是一個都是送出去嘅時間，我腳掌筋放鬆來，扭下去，所以也係訓練我哋嘅腳掌，咁樣嚟扭放起來，同放下去。過來我哋呢，手拿放起來，我哋做一個高溫，一高溫就係我哋呢手上下，切下來，兩隻手豎心。兩順來，一前一後，一前一下，一個上一個下，被綁下去，眼神打出來過後，天天嚟做一個兩隻手嘅起機嘅高溫。咁人講起機高溫，我要去調氣呢，我哋撞出來撞上來嘅時間，第一我哋起頭壓縮出來。跳出來，兩隻手豎心呢相對嘅時節，我綁出去，我都來吸氣，我都兩個氣機嘅高溫，我樣嚟同我兩個動作合強下呢，我兩隻手強樣，豎心相單方嘅，我綁放起來，到一時節，我兩隻手一上一下，延長，我腳追看，我腳又壓放起來了，我腳掌放下去，我延伸這一邊，利用我哋搓到嘅時間按摩到我這邊嘅經絡，幫我哋嘅淋巴，將佢轉一下，又會天天嚟轉一下，比表上來。再回張來，回張嘅時間，我哋兩隻手上下交接延長出去，延長出去我哋綁出來，再一次上下腳掌壓放起來。兩隻手呢，豎心交接出去嘅時間，我記得我哋呢一上一前一後，上下綁出去。觀眾朋友，以上所做呢係我哋呢操作嘅動作，我哋操作嘅呢係希望觀眾朋友幫我哋呢操作嘅時間呢。行通唔方便的人來做我哋呢眼神個空間一些，希望觀眾朋友好好來做，我哋下一次拿來了。